次講一題比較難嘅 MC 啦，就係一啲關於四心同埋coordinate geometry 嘅混合嘅題目。好，大家睇睇題目先。OK，有條直線咧，就係呢個。咁佢話 cut 到 x 軸 y 軸係 PQ 啦，一陣會畫幅圖俾大家睇嘅。咁 PQ 係正數嚟嘅，跟住佢話啦 ，in center 咧就係喺呢條線上面，咁要求 P 比 Q 個 ratio 個比例。OK 嗱，大家都可以試下一齊畫幅圖啦。咁今次咧嗰條線係點咧？我哋代 x 係 P 就會出到呢一點啦。P 係正數啦，就係呢個位置。OK， 跟住佢代 y 咧係負 Q， 即係代 x 係0，代 y 係負 Q 咧，就應該出到 Q 個點。咁所以個三角形 OPQ 其實係呢一個位。OK，in center 咧，大家記得啦，就係內接圓嘅圓心啦。咁我盡量畫靚少少啦，應該呢度內接圓嘅圓心，呢個就係 in center。OK，咁 in center 我哋叫 I 啦。咁我哋可以 let I 嘅坐標咧就係 R 負 R。OK，佢嘅半徑係 R，由於佢嘅位置係喺quadrant 4啦，所以佢就 R 負 R。好，跟住啦，俾翻啲長度俾大家先。呢個長度咧，其實就係 Q。OK， 長度攞翻正數啦。呢個長度係 P。OK， 好啦，呢個長度其實就係 P 減 R。呢邊咧都係 P 減 R。點解咧？因為呢個位呢度其實係一個正方形，邊長都係 R。好啦，然之後呢條用翻 tangent properties 啦，所以咧呢邊 P 減 R， 呢邊其實都係 P 減 R。OK， 咁呢個第一部分。第一部分咧，我哋就會做到一個不是定理嘅關係啦，即係話 P 二次加 Q 二次，其實係會等於 P。呢度應該抄錯咗啦，呢個應該 Q 嚟嘅，呢度應該 Q 嚟嘅。係啦 ，P 加 Q 減 2R 二次。OK，咁我做到一條式，但係呢條式可唔可以幫我哋揾到 P 比 Q 呢個 ratio 咧？係唔夠資料嘅，因為多咗個 R 喺度，多咗 R 喺度。咁所以啦，我哋用另外一條式嘅資料就係話，由於我哋知道 in center 係呢條線，所以咧將 R 同埋負 R 擺落去，原來咧就出到第二條式。好啦，咁大家知啦，如果我哋要整走呢個 R 咧，咁我哋可以用二式。第二條式將個 R 嗱稍為化簡啦。第二條式 R 咧應該係 P 減 Q， 即係將呢個關係擺翻落去第一條式呢一度。咁將呢條式化簡咧，就會做到我哋想要嘅答案啦。大家不妨試一試啦，由畫圖開始，用埋個 tangent properties， 再加埋定義個 in center 圓心個位置，係啦。希望大家理解到呢條片。OK， 如果中意嘅話就可以讚好啦，同埋 follow 我哋 channel。多謝晒大家。